收看赤脚步。唔抬就唔抬，无要紧。但是我要将伊喙齿挂掉，较免伊去告密啦。走。那是，你慢，我唔捌你，连这边伊就已经阻碍我2摆了。啊那安尼讲，伊是针对你来？无可能啊！啊，杨大啊，无时间想遐济，咱赶紧传准备咱的行动啊！ 我看会出，你真是真介意梁少安。你莫白讲，你瞒袂过我的目睭，你唔通袂记。我甲你同款，曾经捌少年过。介意一个人，并不是罪恶，你无需要否认。我只不过是担心伊的安危，毕竟伊曾经救过我。也毋过，你叫太医。 那我若毋是调工的啊！我知影你毋是调工的，啊若无，昨暗你袂将你心内的话拢讲出来，互我听。其实，我感觉你甲伊真适配。你若真是爱伊，伊也值得你爱，你应该爱好好把握。我这个在伊的心目中根本就无我。好啊，莫黑白想，行，我带你来找伊。嘿，阿哥，哎呦，哎呀，你这个所在，阿哥，吼，这要做大福人生，我差一点点嘛，去互他害死你，知影无？吼，讲到伊这母猪哦，实在袂晓见笑啦，吼，啊袂晓念铁啦，吼，甲迄小安哦，规工爱甲念条条呢。阿哥咧，阿哥啊，你敢知影？伊心肝偌歹的呢，伊要甲这小安害死，迄是加在我呢，我甲小安救起来呢，啊若有小安死去啊。原来刘小安是叫你劫走的。吼，你的嘴势有够歹，啊讲话阁歹听，是啥物阁劫走？我是甲用甲伊救起来啦。你讲，刘小安，你甲带去倒位？啊啦，哦，林小安，刘小安，嘿，我才不跟你讲，你要怎么办？你若唔讲，我就对你无客气哦。哎呦，哎呀，你是安那见面就要冤家相拍，啊冤家相拍唔是啥物好代志，咱是要来解决问题啊。无毋对，解决你讲我的问题。我袂去找你算数，你家己找倒。听你的口气，你对我的误会感觉真大哦。误会，敢遐尼济误会？你莫搁讲，你出去。哎呀，你莫激动啦！我今日专程来是要来请问你，你唔知捌一个叫做电兴无吼？电兴，你哪捌？我当然是捌你咯，伊即摆已经去找邮寄去啊。咱的代志以后再搁讲，10倍。阿哥啊，阿哥，哎呀，那代志煞变安尼啦，咱入来去看卖。等下，哦，赤脚步，
中间还有一笔黑亲像也袂算。哎呀，我都已经甲你讲过啊，我都无刣你阿尔，有一档代志一定会水落石出，你若着你卡袂着，就要甲我刣啦。哼，我真唔相信，你免想要用借口来夺撇事实。公主，我毋是咧盗撇事实，我以我的艺术伫咧断定这个所在发生代志。如果你若肯帮忙解决这个问题，我绝对含你去找提醒咱的凶手。公主，这么少安伫咧油府，行，咱来去看卖呢。啊，稍等咧，哎呦，啥呀？啊，真是要互这个甲咱做伙去哦。喂，小叮当，你莫叫一个我真介意跟做伙哦。嘿，我你讲啥？是要好对小微信，唔惊你啦。来哟，哎呦，是安怎？拜托你，恁两个敢袂输相拍架啊！啊，见面就要打，你还知影咧？现在少安这么受伤，咱若较慢去，绝对会发生意外。行啦，莫冤家小啊！安，哎呦，我安尼危险，啊，你进来，别出来，行。原来是你救我。你既然已经摕到雪碗，为什么你要把它对调掉？迄块雪碗看起来是无啥物可疑的所在，也毋过你若是有带念讲我甲你解救的温情，你是毋是肯将这个雪碗的秘密讲我知影？其实你救我，就是为着要知影雪碗的秘密。假使我若是甲你讲，我毋知影雪碗的秘密，你敢袂相信？你若是毋甲我讲，我嘛是无法度通啊骗你。也毋过你若即时要将这个雪碗摕转去，我同款我哪会当行你？雪碗，这块就是真真正正的雪碗。你到底是什么人？你为什么要安尼做？伫咧当年礼部尚书边仔的侍卫就是我，想起来第20几年前，皇宫有发生一桩惨案。也就是皇上甲皇后伫咧食暗顿的时阵，有人伫伊的菜内底掺毒，叫皇上知影。皇上拄多要问皇后的时阵，可惜皇后已经中毒身亡。这个雪碗有什么关系？有，恐惊太子无性命，大人暗中偷抱行，想煞物件摕一件，主玉雪碗来号名。听到此言，我心着惊，敢讲我真正出身伫惊城，此事害我心袂定，受着父母我哭出声。人讲叫我着红花，公主为何来我后乡的巢？真实的，我是互人救来遮，对不住打扰你。公主，请你看，看的公主那个受伤的款。公主，你若是无去验，老夫捌着无我多少的艺术啊！萍水相逢，我唔敢搅了你。相逢就是有缘嘛。公主，你免客气。来啊！来，将公主带去厨房，我连来到你。是公主，请。多谢。大人，你感觉安怎？年岁是差不多，面型啊，甲当今的皇上有几分啊同款。但是这个代志啊，一定要去印证。
啊，毋过你若肯定讲你是将着太子甲送互梁甲杨氏，安尼梁孝安一定就是当今的太子殿下。世事难料，咱也是较细腻，而且太师府迄边的人也咧调查，咱若想证明伊是太子的身份，安尼反倒转来会害着伊的性命。言者有理，是讲即块血案即摆是伫我遮问唔着，也若安尼，迄粒珠玉，梁梁当年为着要保护太子，将珠玉藏伫另外一个所在。这两项若无当时出现啦，就无法度证明伊是太子的身份。也毋过梁梁早就去互太师府的人杀害啊，安尼迄粒珠玉永远都袂当出现啊。其言若到，自然会面壁。对，伫即个附近啊，有一栋龟上楼，主人的名叫做游志气，你替我小注意者。游志气这个人我捌，我伫嫌疑伊是甲太师府共路的。我已经监视食久啊，凡是甲以前黄金的劫案有关系。也无安尼啦，即个算我暂时交大人你保管。过是。到底是何年何月，黄油甲太子的冤屈，才会当平反？当我叹口气，我的歌紧倒转去，袂搁再相信你，相信你哦。阿哥啊，阿哥，哥啊，你有看到人无？根本就无看到电影的影子，嘛无看到游志气。奇怪啊，你毋是讲伊两个是好朋友？安尼我知影，一定是伊两个做伙去佚佗。免哪有可能啊！我真烦恼游志气的安危。主持，听你安尼讲，你对这个地形敢真了解，啊无你将伊的来历讲互阮大家知影，阮无定就会当甲你提供意见咯。好啦，这件代志藏伫我的心肝内已经真久啊，拢无机会通我讲。今仔日我就讲互大家听。地欣甲游志气，过去是欢迎行道的大道，因最后一届抢一批赈灾的黄金了后，两个人就分开啊，各人行各人的路。迄批黄金因两个还袂分，地欣就因为酒醉拍伤官府的人，被捕入狱，到最近才出狱。那安尼我明白，一定是游志气伊私吞黄金，然后这个地形要将伊迄份土倒转去，所以你才咧替游志气担心对啊？毋对，游志气根本就无动用迄批黄金。你哪呢黄金呢？遮尔侪黄金，无可能无代无志就安尼失踪吧？游志气对我，普通时是啥物代志拢会甲我讲，也毋过独独这项代志，我安怎敢问，伊就是毋讲。那若安尼，因一定是去找找遐个黄金，是讲这个黄金是会藏在倒位？敢会藏伫这个柜子啊？有人来，你是物件？有感我互你啊！来去。你是谁？请你走来遮。你哪走遮来？我问你的问题，你还袂回答我？我无会回答你的问题，但是我有一件真重要代志要甲你讲。恁老母会去用台戏，绝对毋是赤骹步所做。毋是赤骹步，啊，毋就是你。你叫我讲清楚，喂！等伊先啊又搁后面对遮来，你等时变车要帮我咱也煞看过啊。师傅啊，你还唔讲哦？迄个后面你人哦，你捌你哦？无，我是当时甲你讲我捌你。你唔捌你，啊唔捌你上好啊！咱赶紧来去看楼咧啦，行。小姐问你吼，你到门口就摕安尼乌啰嗦嗦的人做比较贵哈？安尼问嘛毋是办法啦，
规气吼，咱就分头来去找，啊，你对迄边，我对迄边来找看卖，吼。无咯，三下，我也无怪功夫，你叫我甲你分开，哎呦，我会惊咧。哎呦，袂使安尼尻川头甲小念啦，啊，对迄边啦，我对这边啦。免阿妈啦，你在伤寒啦，一个面一片，遐尼大片，迄块叶我都打到你哦。安我两杯目酒尔，用这叶仔炸的都拄啊好啊。原来就是你。那安尼啦，招弟。好，莫搁叫啊啦！已经甲你讲过啊，那迄个招弟早就已经死啊，你安尼哭哭的，是毋是咧孝顺黄金？讲哦。黄金，你咧讲什么黄金？好啦，你若要提亲也无要紧啦，我问你，你先转来伫这个所在出现哈？因为我要找阮小妹啊，阮小妹迄个哦做真名主，毋知走代去啊，对吧？啊，我一直啊甲对啊，啊，我无出现伫遮，无你要叫我出现伫倒啊？啊，搁有一样代志，你也甲我交代清楚。是安怎？你小妹一直认为讲我是刣死你阿母的凶手，啊，搁有对你这穿啊规身躯乌素素这个福面人，是安怎样赤白白？这个其中啊，一定是有啥物款的原因，对无？哎哟，你若要知影什么原因对无？你继续甲看落去，你就知影结果啊。你来甲我交代清楚，你莫在要我的身躯边安尼甲我糊糊的，像阴魂不散。你是袂放心你小妹是？若是袂放心，你带转去啦。是啊，我一来是袂放心阮小妹真名主啊，也毋过我二来吼，嘛是袂放心你。雄雄听到这款话，互我规身躯起迄落鸡毛皮，心动虽然是作罪，欢喜心肝阁一直咧。你莫一直怀疑我，是你小心爱惜我，只有忍耐来看破，也无你敢要嫁我。七老八老阁讲这款话，让阮早对师傅就抓有讲过，对你无定有失礼，命运如此怎后悔？无定船过水无痕，手段总是会流君，往事心内有留痕。望我对你情真顺。哎呦，拜托你嘛，互我斗相共者，拜托你去娶别人哦。啊，你若阁唔娶哦，你就真正罗汉脚一个啊啦。拜托你嘛，互我讲一个，我阮的名都叫做真纯情，无法度我这世人拢对你纯情。好啦，你讲遮济吼，我有哪听袂着，无可能的代志啦。最主要我要问你，刣死你老母的凶手到底是啥物人？你紧讲互我听。刣死阮老母的凶手，我慢慢啊就调查出来啊。哦。啊，但是即摆目前吼，阮明珠啊吼，拢误会讲你就是凶手，你莫甲伊计较遐济啦吼。有人来啊，我先闪避者。紧啊！你是咧看啥啊？我拄仔就明明看到遮，哎，我刚无看到。你啊，你是咧眠梦药啦。日梦夜梦拢是梦，梦醒才知全是空。樱花富贵几落冬，犹如黄牛一梦风吹通。师傅讲话真怪奇，害我听甲头气气。做梦哪有啥稀奇？做爱梦见龙君伊。安尼笑话讲几大，真正小翁吼是笑甲真忝啊！莫讲遮有诶无，行，咱来转，来转来。等，你有看到迄个后面人无？无。后摆若搁叫我当着，我绝对袂放伊煞。明珠啊，安尼你毋袂当证明讲我毋是凶手啊吼？看你是一个袂晓要讲的人，无亲像是杀人的凶手。但是命案有你的画像，你嘛难脱离关系。你这卡，拄则是你将迄个凶手放走嘛，无一定哦。哎呀，人是咧讲清者自清，罗者自罗，后日啊你就知影。呀，小叮当，咱来转，呀。当我叹口气，我的歌紧倒转去。搁再相信你，相信你哦。梁公主啊！对安话。
啊，你的伤有较好无？你的伤药成效无比，已经好8、9分咯。安尼真好啊！对了，廖公主啊，我有一项物件要互你看。锁啊！你哪有这个锁啊？迄个景顺前啊，甲我是好朋友，是伊送我的。赵万伟，此物毋是吉祥，我甲我解开掉。这个雪啊，虽然必须甲恁杨家打破人亡，其实这个雪碗牵连着一段宫廷的历史。我以为若是无毋对，这件代志甲你一定有关系。你到底是啥物人？海面的迄只孤鸟，是要飞去倒位？北远的故乡，你正真远，现在敢是落雨天。路上天气真凉，你也家己加清爽，袂当陪伴踮在你的身躯边。做女儿虽然不好，但是时常思念你。当我叹口气，我的歌紧倒转去。海面的迄只孤鸟，是要飞去倒位？北远的故乡，你正真远，现在敢是落雨天。路上天气